乡亲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新历的3月2日，旧历的3月初3，礼拜4。今仔日新闻一开始要来关心人权的问题。这件互看作是洪仲区案的这个加压版。代志发生伫高雄，有一个受刑人，本地今年1月就会当来出狱，但是伫去年10月，互管理员甲收容人同样死刑，拍到骨头断去，右手破去，内出血，活活互因拍死，而且是故意选离的。监视器的死角来拍死人，死者的姐姐哪哭哪讲，希望唔通阁有人来受害咯。我弟弟是一个轻刑犯，唔是一个死刑者咧。恁既然动用私刑，甲伊凌虐，而且甲伊凌虐到一点仔自尊都无。互伊死的时阵，搁死到遐凄惨，什么有国法，什么有法律，就是天理不容啊！唔甘小弟服刑惨死，目屎一直流落来。原本期待今年1月当伫厝接风，想袂到去年的10月，小弟被凌迟到死。看到他写的日记里，这个小孩子为了思念他爸爸，你让这个小孩子从此失去了一个父亲。希望司法判管理员重刑，因为小弟服刑期间被收容人也有管理员同样死刑，送医死亡，也个故意选择监视器的死角。监视器的死角被画设出来，是成为禁区，侧镜作为不是只是改善监视器的画质啊，现在不是拍不清楚啊，是根本拍不到啊。那拍不到的地方一定有。那表示什么？拍不到的地方不能带去。总监狱发生挟持受刑那个典狱长事件，就是因为他们想脱逃，所以在这个盲区里面，我们还是要考虑到戒护安全。矫正署成就疏忽过失，管理无落实，绝对袂包庇。家属即马只希望，莫阁发生类似案件，司法当予因一个公道。